行政院的前院长赖清德结束着美国辅选的行程，昨暝回到台湾，讲到这个月这个辅选是相当的成功，是毋是会将做蔡总统的副手，也阁有对陈同佳案件的看法，伊拢无愿意加讲。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结束美国辅选的行程，返来台湾，面拢是笑容，敢若无互时差影响到。非常感谢侨胞大力的支持，他们也非常体认到这次选举的重要性，大家都愿意站在捍卫台湾主权的立场，守护台湾的民主，要让蔡英文总统能够顺利高票当选。赖清德接受民进党中央甲蔡英文竞选办公室的邀请去辅选，敢讲蔡赖配有影。那这次我前往美国助选是民主的必然也是责任的所在，跟搭配或任何职务没有相关。赖清德这摆到美国辅选的行程，连续拜访美国旧金山、芝加哥、华府甲纽约，主要就是要争取侨胞的支持，和民进党伫明年大选中胜选。不过讲到最近引起争议陈同佳案件，政府处理的态度引起朝野论战。赖清德以人伫美国为理由，无想要加讲，一直选战逼近的时刻，撇开敏感的话题。